Hello，大家好。入嚟嘅朋友仔 ，like and share。今日咧公開分享咧就可以咧攞到呢一個咧直播優惠。今日呢一個直播優惠抵到不得了，係喎！你要再掉多次出嚟，我要置頂啊！好黐線！今日呢一個新年聖誕優惠俾大家。好，首先我睇下係我哋係咩優惠先。Hello Joey， 嗱而家咧，首先咧，大家咧就幫手公開分享啦，係啦，然後咧就留言888，咁咧一陣間咧我哋咧會完咗直播之後，我哋就會抽出，我睇下完咗定係做緊嘅時候，係啦，咁我哋會抽出呢一個3位，係啦，最多公開分享或者係最多留言啊，係啦，咁就送出3份禮物俾大家嘅。咁咧，同埋我哋今日嘅直播優惠咧係乜嘢咧？話俾大家聽好嘛？嗱，外套啦、top 啦，同埋指定嘅某一啲產品嘅褲啦、下身啦，我哋買1件係168，兩件318，三件448，四件558，五件648，六件708。好，6件708之後圍起係幾多錢啊？應該好黐線㗎啦！哇！如果你哋買6件嘅話咧，圍翻係118蚊啫，只需講緊外套啊、褲啊同埋 top 都係喎。咁所以大家識做啦。所以而家咧就公開分享咗先，首先係啦 ，like and share， 然後就留言888，留言888，係啦，越多最多公開分享或者係最多公開分享同埋留言嘅。3位朋友仔啊，3位朋友仔，我哋會有禮物送出嘅。好，我而家都喺度 share 緊出去啦，因為呢個聖誕優惠咧係聖誕新年優惠係好抵好抵，啲外套啊呢啲咧各樣咧，我哋會低於半價咁樣發售噶啦，變咗係啦。Hello Michelle 你好 ，Hello 美寶係啦，公開分享留言888，我哋一齊888。好，等我 share 埋呢一度先。咁咧就今日我哋都要加快啦。係啊，好平啊！我特登要俾多啲優惠大家㗎。Hello Yuki， 係啊，加油好的。我而家都仲有少少唔係好，即係仲未係完全舒服晒嗰隻。係啦，但係咧我都好想出嚟見下大家，因為咧我聽晚就飛啦。
我聽晚就飛海南島3日2夜，應該係3日3夜啊，好似係。咁咧變咗咧都冇時間同大家直播見面啊咁樣，咁所以咧我都想喺呢個2025年年尾咧呢一段時間咧都同大家見多啲面，開直播，俾多啲優惠俾大家。Hello Sarah BB， 喺呢一段時間係啦，要感謝大家啊！你哋嘅支持鼓勵咧，令到我咧係充滿呢一個力量嘅。咁我今日係未食 MA 加㗎，我而家要食咗先。大家今日食咗 MA 加未呢？食埋 MA 加就開始。係啦，嗱，公開分享留言888，係啦，越多分享越留言越多嘅話咧，中獎嘅機會越大。冇錯，要飲水，飲啲暖水好。我哋攞個杯斟啲水飲下先。係啦，你哋快啲幫我公開分享 like and share， 跟住留言888。今日我哋買夠6件嘅話，平均每件只需118。抵到不得了喎！外套都係啊，外套都係啊。啱啦，你哋咧不停係咁分享，同埋不停係咁留言888。總之咧，留言最多、分享最多嘅頭3位咧，會有頭飾啦，同埋仲有啲咩送咧？頭飾潤唇膏送俾大家，係啦。好，係啦，公開分享留言888，咁就正式開始咯喎。阿 Joey 話 Miss you and 欣仲，我都好掛住你哦。你要俾心機，快啲好返，2026年會更好。是的，是的，我都好期待快啲好返。我1月頭咧，我會去照 CT 咯。到時就可以知道我個情況，身體嗰個腫瘤嘅情況係點樣。求主要醫治同埋帶領，讓我繼續好下去，同大家一齊越嚟越好啊！2026係2025都係越嚟越好嘅個狀態。Hello Echo 喺陳小姐喺大陸都可以收到 Facebook 咁好啊 ！Hello 煲明你好，6件係點計？6件嘅話平均每件118咋 Michelle， 6件係幾錢啊？我冇整出嚟啊，知唔知到訂啊？我啱啊，冇啊，知唔到啊？你再打多次出嚟，我再試過。嚟啦！大家公開分享，6件係好抵㗎嚇！我而家等一等小幫手打出嚟，我哋就置咗訂先。好。喺
置頂嗰個位置知唔知道啊？知唔知道啊？唔得。而家咧？都唔得。我睇下呢度先。我字就我喺嗰邊字度嘅，呢度知唔知道咧？置頂回應得唔得啊？如果唔得嘅話，你耐唔耐？有啦係嘛？好，我置咗頂啦。咁而家咧再講多一次啊 promotion， 你得閒就再耐唔耐打一句出嚟。好，一件168，兩件318，三件448，四件558，五件648，六件係708，六件平均每件係只需118蚊。係啦，手快有手慢冇啊！咁我而家開始介紹啦。聖誕快樂啊 ！Merry Christmas！ 同埋預祝大家新年快樂！2026年咧係會越嚟越好。係啊，一定要最少減6件啊！如果你 over 6件，第7件嘅話都係計118，第8件嘅話都係計118，好冇？好嚟啦，開始啦，講下我呢件外套先啊。好，我呢件外套個 number 係 B48，B48，胸係48至52，長度19，係啦，原價賣緊300幾蚊嘅，咁而家咧都係啦。你如果就咁樣今晚買一件嘅話咧，就係168嘅啫。咁當然梗係你揀夠6件係最抵啦，你越揀得多就越抵。總之咧建議大家買夠6件，6件平均118一件，係啦。咁就顏色有呢一個黑色同埋有個白色，黑色同白色，黑色同白色8樓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因為現貨全部都唔多㗎，可能係1-2件㗎咋。係啦，咁所以手快有手慢冇，手快有手慢冇。好，欣眾你都可以 cap 圖入去俾。係啦，如果你哋要嘅話咧，就係打 B48。黑色同白色 B48，黑色同白色。好，美寶要咗白色，咁你睇下裡面仲有冇啊？係啦，咁我換件黑色先，黑白咯，你睇下。好，白色仲有。好，咁我而家着咗件黑色啦，黑白都仲有係咪啊？白二黑二。好，咁而家裡面有2件，係嘛？裏邊仲有一件白色，加埋你呢個2件。哦，好，而家白色仲有1件，黑色仲有2件，白色仲有1件，黑色仲有2件。星期日我生日，生日願望希望身體健康，耶！生日願望一定成真啊！願望成真，恭喜 Michelle。星期日係後日喎，係嘛？生日快樂啊 Michelle！有份禮物送俾你啊！係啦 ，Michelle 有份禮物送俾你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體越嚟越好。好，嗱，我而家呢件黑色，睇下有冇朋友仔中意啊？黑色呢件係啦，你哋今日咧揀夠幾多件啊？揀夠6件，平均每件係118蚊，平均每件係118蚊。係啊 ，Coffee 要着夠衫冇錯。係啦，呢件
買一件只需168，買夠6件平均每件係118蚊。你哋越買得多係越抵嘅，係啦，2件又會再抵啲，3件又會再抵啲。係啦，黑色呢件睇下有冇朋友仔中意啊？佢一件絨嘅外套嚟嘅，絨嘅棒球褸。係啦，而家白色仲有最後一件，黑色仲有最後2件。有冇 cap 咗圖啊？我識2件。白色仲有2件咩？阿美寶要咗1件喎。裏邊仲有白色。哦，好。咁就白色2件，黑色2件，白色2件，黑色2件。知道，注意保暖係。我今日直頭着一件好厚嘅衫，再加一件背心羽絨出去跑步。不過跑完翻嚟咧，都有少少流鼻水啊，都係凍嘅。因為做完個化療咧，個免疫力咧係真係弱咗嘅，同埋我仲未有嗰個胃口可以吞到咁多一粒粒嘅supplement，所以我都係局部咁樣食咯。係啦，跟住好下一件啦。你有 cap 圖啊？嗬。有。好啊，咁你晏啲先一次過可以。哇！呢件正啊 ，B79，胸46至64，長度25，胸46至64，長度25。阿 Paula 咧，快啲 at 阿 Paula，快啲入嚟啦！好似唔係。記得戴帽，好。係咯，我今日冇戴帽啊！平時我戴帽其實係愛嚟防太陽。我見今日冇乜太陽，所以我就冇防到。好，呢件冷衫嚟㗎，好溫暖嘅，好溫暖嘅，係啦。咁就有灰色同白色啦。係啦，今日嘅 promotion 啊，記住啊，大家揀夠6件，圍翻起每件係118蚊，圍翻起每件係118蚊。Hello Alan， 係啦，公開分享咗咧嘅朋友仔咧，越打得多，分享越多，同埋留言888越多嘅話咧，就會有機會中獎啦。我哋會揀3位朋友仔出嚟，抽獎送禮物嘅。咁然後呢一個講多次啊，胸46至64，長度25，係啦。咁啊 B79，睇下中意咩顏色，因為你哋揀夠6件，平均每件118，你就咁揀一件都係只需168，然後你每揀多一件咧就會大約再平多10蚊嘅，係啦，圍翻起可能係168、158，跟住148、138，去到最後128、118咁樣咯，係啦，每加一件咧就差唔多平10蚊噶啦，起碼係啦。大家睇下中意咩顏色，快啲落啦嚇！呢件好靚啊，佢咧同埋咧啲料係好軟熟，同埋佢唔吉肉嘅喎，係啦，唔吉肉嘅。你哋揀夠6件，圍翻起每件118，係啦，超級勁抵。B79啊，如果中意嘅話，呢件就打 B79。B79 灰色同埋白色，灰色同埋白色。講多次個尺寸啊，胸係79，唔係 sorry， 胸係46至64，長度25，長度25，係啦，顏色就係有白色同埋灰色，顏色係有白色同埋灰色。
好，跟住講下我新穿嘅呢件 top 啊，呢一件 V 領 top 啦，咁然後咧着翻出嚟咧，佢唔會包住個肚噶。咁呢一個都有幾個顏色嘅，俾個 number 大家先。number 係 B44，B44 係啦，咁就有黑色、白色，係咪有個灰色咧？睇下先。欣仲啊，你睇下呢個係咪得黑色、白色，仲有冇其他顏色？ B44，係啊，B44，佢係全彈性，好舒服。係啦，B44，Hello， 石小姐你好，係啦，公開分享，然後留言888，最多留言同埋最多分享嘅頭3位，我哋係會有禮物送俾大家。同埋你哋公開分享再留言888嘅話，就可以享有今日嘅呢個聖誕新年嘅 promotion。灰色喎，冇灰色，得2個色。有灰色啊，有灰色，好，仲有灰色嘅呢件仲有灰色。total 係3個顏色啊，黑白灰，黑白灰。個灰咧就係同呢個灰一樣，係咪呢個灰啊？係係個灰係呢一隻灰，個顏色係呢一隻灰，係啦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呢一件咧係打呢一件係打 B44，B44，B44，好啊！你影張相啊！B44灰色，黑白灰。啲貨應該係聽日會到啊，係啦，應該聽日或者後日就會到㗎啦。聽日後日會到，之前 order 嗰啲。好，跟住到呢一件嘅背心外套，咁咧顏色咧就會有紫色啦，同埋有兩個顏色，一個啡色，一個卡其色。一個啡色係深色啲，一個卡其色係淺色啲，咁就 total 3個顏色。今日嘅 promotion 都係啦，你哋越買得多係越抵嘅。如果就咁買一件嘅話，只需168，2件以上咧平均一件150幾，3件以上平均一件140幾，4件以上平均一件咧就係幾多啊？160幾150幾，可能你整一個平均價喺側邊好啲啊。係啦，總之6件咧就平均118嘅啫，係啦，包括外套啦、top 啦同埋啲褲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大家快啲落啦！趁住而家有現貨啊！咁啊，可能有好多朋友仔咧，今日都要去街唔得閒咧，咁睇重播落單都冇問題嘅。咁呢一件咧，佢裡面咧係有晒呢一個毛巾棉，係軟綿綿，好舒服嘅。你俾 number 好。number 係 B52，胸係48，長度21。B52，胸係48，長度21。呢一個係最後一件啦，呢個卡其色最後一件。啡色都係最後一件，好，紫色都係最後一件，3個顏色都係最後一件。件都好靚啊，好舒服喎。嗱，你中意嘅話咧，呢度扣晒紐着都得啦。佢有咁多4粒紐扣，1、2、3、4，
只有個袋仔，係啦，好靚嘅，同埋佢係軟綿綿㗎，呢個毛巾棉係滑身軟綿綿㗎，係好舒服好親膚嘅。咁我着埋個卡其色俾大家睇，大家快啲揀啦，揀夠6件為起，平均每件只需118蚊。係啦，呢個係卡其色，咁我啱啱着呢個係紫色，然後仲有個啡色，Hello 怡汪，啡色。咁咧係非常之百搭嘅，因為咧你呢件咧，你下身如果襯裙啊，或者係襯短褲啊、牛仔褲啊，都幾型嘅。係啦，我今日就襯唔到咁多下身俾大家，係啦，時間嘅關係。咁呢件就係 B52啊，顏色我而家着緊嘅係啡色，有啡色、紫色、卡其色、啡色、紫色、卡其色。我而家着緊呢件係啡色，好，阿 Michelle 要咗紙，多謝你。係啦，大家睇啱就快啲出手啦！快啲出手就快啲有貨。如果唔係咧，一陣間咧好快脆就俾人哋落咗單啊！落咗單就冇㗎啦。哇！呢件又好溫暖。呢件係B80 胸50至66，長度21，胸50至56，長度21。顏色有橙色同藍色。星期日送唔送貨喎？星期日好似唔送。京東同埋順豐今日都冇嚟係嘛？可以送啊！可以送啊！我星期日送喎 ，Michelle。咁好嘅，佢哋禮拜日都開啊？開啊，但係第二個收啫嘛。我第二個收。冇得收㗎。太好啦！送我 Michelle， 好軟熟㗎啲質地，勁舒服嘅呢件又係，同埋夠暖咯，有橙色同埋藍色。橙色同埋藍色，彈性非常之大。都係啊，買夠6件，越買得多越抵，6件平均每件118。6件平均每件118。藍色撞黃色、啡色、黃色、綠色。係啦，兩個色都好靚，因為咧平時我哋着衫咧，可能成日都好多正色啊。咁而家咧就可以配搭下一啲 colourful 少少嘅。咁貨咧嚟緊我哋新年啊嘛，嚟緊新年我哋都唔好着到太沉色啦。係啦，咁可以揀翻1-2件嘅呢一啲 sharp 少少嘅 colour 去着，更加有色彩，更加靚。好，呢件係B80，今日嘅優惠1件係168，兩件以上2件係318，3件448，4件558，5件係648，6件係708，6件嘅話平均每件118蚊。係啦，咁呢個就係 B80，有橙色同埋有藍色。
橙色同埋藍色 B80 B80。好，跟住到呢件係 B102 B102 呢件得一件啊，胸52至66，長度24，胸52至66，長度24，只有一件呢一個，只有一件，又係好舒服嘅毛毛冷衫，係啦，滑捋捋嘅，呢件都好靚啊，得一件嘅啫。平均買6件嘅話，平均118啊，一件都係只需168，你越買得多就越抵。係啦，呢個你下身呢一個可以襯下牛仔褲，或者襯短裙、皮褲、襯 boot 著都好好睇。同埋佢唔會係好鮮色嗰啲，係啦。要嘅話呢個係打 B102 B102，大家快啲揀夠6件就係最抵啦，6件只需708，6件只需708。好 B102啊，呢個 B102。好，到呢件啦，哇！呢件好靚，呢件有灰色同啡色 ，number 係 B53 B53，胸係44至56，長度25，長度25，啡色最後一件啦。灰色我唔知仲有冇新，一陣間再望下先。啡色最後一件啦，你扣埋紐着都係好靚，同埋同大家講聲先，真係全部都好高質，佢唔會吉肉嘅呢個，係啦，好軟熟嘅啲質地。啡色、灰色。B53啊，呢個係 B53，扣埋紐着好暖啊！呢件一件168啊，兩件以上就會再150幾，3件以上就140幾，4件以上就130幾，5件以上就120幾，6件以上就118。嗱，扣紐着又得，跟住裡面又可以襯啲樽領托，可以襯啲樽領托。好，尾部要灰，睇下灰裡面仲有冇？冇啦。啡就肯定冇咯，啡佢 mark 咗個1字應該冇。冇啦。好，灰色 keep 俾你。Hello 心怡，
Merry Christmas！好，我箍翻條頸先，因為有啲凍啊，我覺得。啱翻，係啦，咁就舒服好多啦。嚟啦，啡色着俾大家望下先。啡色，大家記得揀夠6件啊！6件為起1180一件，你越買得多就越抵嘅。係啦，啡色呢一個可以扣紐着，可以扣紐着。咁啊，裡面可以襯翻啲米色啊、白色啊，係啦嘅 top 都 OK， 襯黑色 top 都 OK。係啦，呢一件都係啊，超級勁抵。食啲薑片，都好喎。我哋仲有冇薑片喺度啊？有。舒服翻晒，真係唔同啲啊！好，跟住到呢件 number 係 B37，B37。胸係42至52，長度23，咁就有灰色同埋有呢個卡其色，灰色同卡其色係可以扣紐着嘅，係啦，可以扣紐着，開胸着都得。咁呢件又係超百搭。如果天氣回暖嘅話咧，其實你可以入面着短袖、中袖，係啦。去襯，咁啊天氣凍咧，你就可以咁樣樽領加呢一件，跟住出面再加件褸，咁你去到室內嘅時候咧，呢件都仲可以保到暖。卡其色、灰色 ，number 係 B37，B37 可以扣紐着。呢件咧，你襯下啲米色嘢都靚㗎，呢一個。食咗薑片即刻舒服晒啊！唔該晒 Michelle。你啦，嗱咁樣襯呢一個米色樽領都好靚。
呢一個中意嘅話就打 B37係嘛？好 B37 B37。好到衞衣，睇下有咩色先呢件，得一個色，哦有兩個色。好到呢件衞衣，好啊！你等一陣啊 ，B33。呢個係 B33 有深藍色同埋有淺灰色，胸係52至52，長度29，長度29 B33 衞衣。我呢個係深灰色 ，sorry， 深灰色同埋淺灰色，深灰色同埋淺灰色。B33有袋仔嘅，前面呢度有袋仔，淺灰。淺灰係啦，Good day，Good day。淺灰同埋深灰，淺灰同埋深灰。好，呢一個咧，佢個正東薑。係啦，咁就寶寶茶寶樹林嗰邊出嘅，然後咧佢係選用呢一個優質老薑製作而成啦，味道係鹹香嘅，跟住咧佢就有少少薑嘅辛辣味啦，少少係啦。咁咧薑性嘅味道咧係辛溫，同埋咧有去濕啦、止咳啦、止嘔嘅作用，哇！所以我一食落去即刻舒服晒。成分係薑啦、砂糖啦、食鹽啦、檸檬酸同埋甘草酸嘅，係啦。咁一包都好多㗎，一包有好多喺裏邊嘅，係啦，成包滿晒嘅。我食完即刻舒服晒。呢個咧，28蚊一包。如果你買5包，係108，係咪5包108？係啊。5包108可以 mix， 佢有川貝老陳皮，有羅漢果乾片，同埋有正東薑，全部真空呢一個包裝。
呢度係幫你鎖翻住嘅，係啦。咁然後你就袋喺手袋，好輕身嘅啫。咁如果川貝老陳皮咧，佢就係秘製啦，跟住清熱潤肺、化痰止咳、健脾開胃。老陳皮係我哋最先買同埋最多人買嘅，28蚊一包，28蚊一包。如果你買5包，我哋個優惠價係108。5包你可以任 mix，108蚊。淺灰有冇貨啊？有啊。好。係啦，3隻都好好食，我想同大家講。所以咧，有啲人咧，佢會 mix 埋咯，係啦。有啲人會 mix 埋咁樣，然後可能333，跟住另外一個加多一包，咁就10包咁樣，就216蚊。咁你買5包嘅話係108蚊，係好好食，好食到不得了。係啦，陳皮係最多人揀嘅，因為我哋係最賣先係陳皮，係啦。咁跟住就羅漢果嘅乾片啦，同埋呢個正東薑。好啊，美寶話聽日過嚟買，多謝，好好食，好好食。好，我而家呢一件 Good Day 深灰色，睇下仲有冇朋友仔落單啊 ？B33有深灰同淺灰，陳皮超正，係啊！陳皮真係好正。我屋企嗰2個咧，佢哋係一人要搶住最少1人1包嘅啲陳皮，係食唔停口嘅，係好好味。化痰止咳係啦，樣樣都好好。好，呢2件。仲有少量現貨啊！跟住就到短身款嘅衞衣，短身款衞衣 B35 咁有米色同藍色，米色同藍色。好，我着個米色俾大家睇，都係今日 promotion。好，米色，跟住仲有個深藍色呢一個，前面係做咗豬豬同埋英文嘅壽字，係啦，跟住個料都好舒服，棉質嚟嘅，棉質嘅衞衣款，係啦，咁佢就唔係好厚嗰啲嚟嘅，咁佢就冇加到爪毛底嘅，冇加到爪毛底，可以咁樣襯啲樽領 top 啦，或者係裡面着翻啲打底都 OK 嘅。咁就有米色同藍色啊 ，number 係 B35 米色藍色，全彈性。今日買1件168，買2件就會再抵啲，圍翻起150幾；買3件就圍翻起140幾；買4件就圍翻起130幾；買5件就圍翻起120幾；買6件嘅話就圍翻起118。Hello Shelly， 係啦，咁啊大家睇下中意咩顏色啊？呢個係藍色，跟住有我而家呢個米色、米色藍色、米色藍色。
好，跟住到呢個得一件嘅啫，要搶啊大家！呢個係 B110 空48，長度24。B110 空48，長度24。呢一個咧有爪毛底嘅，有爪毛底嘅衞衣嚟嘅，前短後長。Joey 中唔中意啊？快啲搶啊！呢件 B110 有帽。係啊，會啊！我今晚仲要同珠寶仔去食晚餐先。我哋去食 shabu shabu。B110 呢件超靚啊！都做埋俾大家。有爪毛底嘅衞衣，有爪毛底嘅衞衣。阿 Grace 就去咗探阿嫲嫲，我就攞咗盒 MA 加叫佢去俾嫲嫲食，因為我有啲唔係咁舒服咧，費事去醫院啊！阿珠寶仔叫我唔好去醫院啊，所以交咗俾阿 Grace 去啦。你哋冇人要，我要噶啦呢件。係啦，呢件衞衣，佢係有爪毛底㗎。係啊，好暖㗎，好暖㗎。係啦，number 係 B110啊，B110。好，美寶要咗，多謝美寶。好，跟住到橫間 top B38，係啦，呢件 B38，又係好大彈性冷衫嚟嘅，呢個冷衫嚟嘅 B38，好似係咪得一個色啫？哦，兩個色。B38兩個色，有黑色同紅色，胸係44至58，長度21.5，胸係44至58，長度21.5，黑色紅色，黑色紅色，大家揀夠6件就平均每件118。除咗呢個先，平均每件118啊，揀夠6件，都幾暖㗎呢件，單着都得。
B 38，彈性好大。B 38彈性好大，紅色同黑色，紅色同黑色。跟住到呢件 top 好似得一件嘅啫。灰色衞衣幾錢呢？好，灰色，我哋今日做嗰個 promotion 呢係一件168。欣仲係你整一個嘢出嚟啦，就係一件168，跟住平均係幾錢啊？你幫我而家篤啊！兩件318，平均幾錢啊159。3件呢？好，一件168，兩件呢，平均每件139。sorry 159。3件平均每件150，四件平均每件140，五件平均每件130，六件平均每件118。係啦，咁我就呢個打出嚟。記得要公開分享先有優惠。今日嘅 promotion。好，我而家 send 出嚟啊。好啊，你時不時就 send 出嚟就 OK 㗎。紅色有貨係咪啊？有啊。好。好啦，全部都超抵啊！全部都超抵。跟住之後就繼續先。好，黃色呢件都係得一件嘅啫。黃色呢件都係得一件。B70 超靚啊！呢件着上身。B70，前面有個蝴蝶仔，係啦，着上身好靚呢件。要嘅話打 B70。如果你哋想我着咧，你哋就話俾我知啊，因為我就唔着晒咁多件上身啦。好，跟住到呢條褲啊，褲都做埋優惠俾大家。好嚟啦 ，B88，26至35腰，hip 係52至68，長度41。係啦，咁呢一個係橡筋腰，可以速成。如果瘦啲嘅靚靚都冇問題嘅，可以速成收腰。B88顏色有黑色同深灰，黑色同深灰。今日 promotion 買一件168啊，兩件平均係159，三件平均150，四件平均140，五件平均130，六件平均118。哇，6件就好抵㗎咯喎，真係。咁就有兩個顏色，我而家着呢條褲。有兩個顏色啦，全彈性啦。
有袋仔啦，係啦，直腳嚟嘅呢個係超舒服。如果你哋想要咧，就快啲落啦！呢一個係 B88，大家揀夠6件或以上咧，平均每件係118嘅啫。平均每件係118，你哋越揀得多就越抵。深灰係咪仲有？定已經賣晒啦，深灰。深灰都可能冇晒。跟住到呢件 B99，呢件 B99，唔知係咪一式一件咋嚇？有黑色同埋米白色，胸52至60，長度22.5，裡面咧係有呢、這、一個絨毛底，深灰又冇得睇喎，你幫我睇下入面有冇深灰。同埋睇埋呢一件裡面仲有冇存貨 B99。B99有絨毛底，好舒服嘅，好靚嘅呢一個 ruffle 嘅衞衣，係啦，全彈性。有黑色同米色，一件平均一件168啊，今日 promotion。2件平均150，咪睇下先。2件平均159，3件平均150，4件平均140，5件平均130，6件平均118。有呢個有。呢個都有。有。好。灰黑呢個有現貨啊。灰色，全橡筋腰，跟住有袋仔，係啦，有袋仔，超靚啊呢條，哇！襯灰色好好睇喎，灰色同黑色啊，呢條褲有，灰色同黑色。全橡筋腰，全橡筋腰，全彈性，係啦。條褲啊，佢唔係好厚嗰啲嚟嘅，放心。係啦，唔係好厚啲嗰啲嚟嘅，即係好啱。其實今日嘅天氣都仲 OK， 今日嘅天氣都仲可以着到。再凍啲嘅話就可能會唔夠暖，係啦，咁你上身可以着厚啲。
佢又唔係薄咯，係中地咁樣咯，但係又唔係超厚嗰啲嚟嘅，係啦。因為都係啱啱翻冇幾耐嘅啫。灰色黑色，灰色黑色全正跟腰，然後呢度可以束繩。如果瘦嘅靚靚，呢度可以束繩。呢個灰係啦，呢個灰 B88好 keep 俾你啊！係啦，我而家着緊呢件，有冇朋友仔中意咧？呢件咧，裡面咧可以唔使襯樽領咧，就咁圓領着都 OK 嘅呢件。係啦，有呢個滑捋捋嘅絨毛底，滑捋捋嘅絨毛底，有黑色同埋有米色呢一件。Ivy 都要灰喎，有冇啊？有啊，今年仲有一條。有啊，你幫佢落啊。今年有一條。好，啱啱俾埋 Ivy。啱啱俾埋 Ivy。好，跟住到呢件衞衣係 B106，一式一件嘅啫，一式一件嘅啫。藍色、紅色同埋米色，胸係48至54。48至54，長度24.5，長度24.5，每色只有一件，每色只有一件。係啦，每色只有一件。呢一個咧係一個假兩件，係啦。然後你可以拉成樽領都 OK 嘅，咁就有紅色、藍色同埋米色。咁佢裡面係絨毛底，係啦，絨毛底。一色得一件啫，只有一件。係啦，紅色、藍色同埋米色。紅色、藍色、米色，只有每色得一件。係啦，呢件都好靚啊！好 ，Michelle 要藍色，多謝 Michelle。
呢件都性價比超高啊！係 B 咩啊？B 佢係要 B80藍色係邊個款？係咪要呢件啊 Michelle？呢個係 B106啊！呢個係 B106，係咪要呢件啊 Michelle？我哋有冇出過 B80啊？冇，應該係呢件啊！冇喎，B80。B80係邊件？有啊，有藍，嗰個有橙色同藍色。哦，入面有冇啊？B80係，哎呀，哇急死我！B80係呢件啊，係咪啊？係咪呢件啊？入邊有啊。好 confirm 一下係咪 B80呢一件？係啦。嗱，如果係嘅話咧，我哋就幫你 keep 啊，仲有新呢個就係 B80啦。如果我着緊呢個就係 B106，我着緊呢個就係 B106，呢個係 B80。B88要黑色，B88係邊個嚟㗎？係咩款？我褲嚟㗎。我而家着緊嗰條，係嘛？你睇下有冇有冇？有啊，有啊。好。好多謝 Michelle， 多謝美寶，係啦，呢件都好靚。好，跟住到呢件啦，呢件又係超靚。呢件呢就 number 係 B39，顏色有黃色、藍色同埋米色。黃色、藍色、米色，黃色、藍色、米色。黃色、藍色、米色。今日嘅 promotion 買一件168啊，兩件平均每件159，三件平均每件係150，四件平均每件係140，五件平均每件係130，六件平均每件係118。B88黑色裡面仲有冇？
B39黃色係咪我而家呢件？好，你入去睇下 B39黃同埋 B88黑。終於出手啦 ，Joey！大家快啲揀啦！呢件都係超靚嘅，好百搭，好易襯。裡面可以加樽領衫或者再加冷衫都 OK， 或者加頸巾都得嘅。黃色有冇？有啊。好，黃色、藍色、米色都仲有貨啊！黃色、藍色、米色都仲有貨，着上身係超靚㗎呢件。如果大家平時冬天啲衫可能好多黑白灰嘅話咧，呢一件就首選啦，可以揀啦。同埋你天氣回暖，可以裡面着件背心。係啦，記得揀夠6件係最抵啊！6件或以上，平均每件118。6件或以上，平均每件118。好，大家睇下中意咩顏色可以落單。仲有現貨，仲有現貨。肉褲黑色冇晒啦。好啊。好，咁條褲就俾埋阿 Joey，我就換一換第二個款嘅褲啦。咁我而家講一講第二個款嘅褲嘅呢個 number 係 B91，B91。24至36腰，長度40.5，hip 係50，顏色係灰色同黑色，灰色同黑色。都做埋俾大家。咁就我唔知入面有幾多條啊，可能都係得1-2條嘅啫。呢個款都好多人中意嘅。如果要嘅話，而家可以打定 number。B91。黑色白唔係黑色灰色，黑色灰色。之後我換衫。哇！呢條褲好靚喎，好睇喎，很好看。全橡筋腰有袋仔，美寶要 B91灰，仲有冇裡面？睇埋灰同黑。好，仲有貨，咁你記住啲數量啦。全橡筋腰，有袋仔，全彈性，有黑色同灰色啊！呢條褲超靚啊，好舒服喎。黑而灰啊！好，灰色仲有最後一條。俾咗尾部之後，黑色仲有最後2條，黑色仲有最後2條。跟住我而家呢一件 top， 我而家呢一件 top 個 number 講多次啊，有2個顏色嘅 number 係 B99，B99 有米色同埋有黑色，有米色同埋黑色 B99。
B99。跟住到呢兩件，哇，超靚！B30 有紫色同埋米色，紫色同埋米色。Joey，紫色你中唔中意啊？好靚啊！呢件紫色襯灰色褲都好靚喎，超靚呢件，係啦，全彈性，米色紫色，米色紫色。B30 全彈性，係啦，一件平均一件係168，兩件平均150，三件平均140，四件平均130，唔係，應該係四件平均係150哦，140，五件平均130，六件平均110，衫同褲都係，係啦，呢個咧咁樣着完之後可以加翻外套，我咪影咗相。呢件褸都做埋俾大家。好，B30 米色仲有冇貨？蝕大本啊！B55啊，我而家呢件外套 B55。咁呢一件咧就有綠色同白色嘅呢一件。綠色同白色呢一件外套，挺身啦，跟住之後咧有袋仔嘅，呢度。冇晒啦，入面嗰件冇啊？好啊，喂，係。我可唔可以晏啲先啊？我開緊直播。好，拜拜。點啊？冇啦，米色。好。即係點啊？即係俾咗阿 Michelle 去係咪啊？入邊有一件米色。啊，咁即係俾咗 Michelle 咯，而家仲有呢件咯。好。紫色冇啦。紫色都冇人落。好，呢件綠色外套，有白色同埋綠色啊，係啦，B55，呢件外套 B55，就咁單買一件只需168，就咁單買一件只需168，B55，綠色同埋白色。
而家着緊呢件白色 top，仲有最後一件。B30仲有最後一件。B55綠色裡面仲有冇？呢個 B30米色仲有最後一件，米色仲有最後一件。Hello 阿 Moon。冇啦係嘛？冇啊冇啊。好啊。好，綠色 keep 咗。咁我而家新穿呢件紫色係最後一件啊！新穿呢件紫色個 number 係咩啊？B30啊？係 B30。我而家呢件係 B30，紫色有一件，米色有一件，跟住我就着埋呢件外套係 B55。白色有冇啊？入面呢個白色入面有冇啊？你頭先睇綠色嘅時候冇。好，白色都係最後一件呢件外套。如果要嘅話，大家馬上下單啦。好，阿 Moon 要咗紫色，多謝。嗱，如果中意呢件外套咧，可以揀埋啊，白色。白色都係得一件，白色都係得一件，白色都係得一件外套。甩咗個牌添。係啦，呢件外套係 B55，只有一件。B55只有一件。做啊！呢個你加翻個牌 B55，或者你呢一度咁樣，呢一度穿過嚟。哦，咦？唔係 B55嚟喎，B30。呢個整過嚟，跟住你貼個呢部呢度 B30。白色嗰件得翻一件嘅。紫色嗰件要貼咯。好，跟住到呢件啊，呢件個 number 係 B81，個胸39至54，長度16，顏色有粉紅色，跟住有個粉藍色，同埋有個黑色，粉紅粉藍黑色，粉紅粉藍黑色。
要嘅話打 B81 B81。毛毛彈性，好暖，好舒服，係啦。B81。粉紅有個粉藍色，同埋有個黑色，有個黑色。係啦，呢件係 B81，跟住毛毛外套得一件嘅啫，B74，胸44至60，長度22 ，B74。哇！呢件靚啊！一件灰一件焦糖色，一件灰一件焦糖色，呢件外套。好靚，好暖咯！啲毛毛好靚啊，滑捋捋㗎啲毛毛。一件灰色，一件焦糖，俾大家望下焦糖。呢個係焦糖色，焦糖色一件，灰色一件，焦糖色一件，灰色一件。number 係 B74，胸係44至60，長度22，原價288，而家直播優惠一件只需168，兩件平均每件係159，三件平均每件係150，四件平均每件係140，係嘛？我唔記得啦。大家自己睇翻嗰個置頂嗰度。一件168，兩件平均159，三件平均150，四件平均140，五件平均130，六件平均118。係呢個焦糖色，跟住啱啱我着緊嘅嗰個款呢，就有呢個藍色同埋粉紅色，係啦，同埋黑色。呢個毛毛 top 呢，就係 B81 全彈性嘅，呢個係藍色啊，呢個係藍色。阿 moon 使唔使揀多件啊？因為你越揀得多會越抵嘅喎。你可以連埋頭先綠色嗰件揀呢，一齊揀就會再抵啲咯。咦？你最後都冇扣到上嚟嘅，點解？白色嗰件，呢個冇咗個牌喎。即係呢個係黐上去啱啦，呢個除翻落嚟，落翻嚟啊嘛。點解會查咗嘅？究竟係點啊？好亂喎！你而家搞到個 number 冇錯㗎，個 number 冇錯㗎，你查咗嗰個就錯咗啦，係嘛？改翻個 number 係 B30啊，嗰件冷衫。想睇短褲同長裙，短褲同長裙，好啊。
着埋呢件先，呢件都係得一件啊，呢件都係得一件。number 係 B87，B87，只有一件，唔知係咪得一件呢？我都要阿欣仲轉頭睇下 B87 呢件外套。可以扣樓㗎，可以扣樓 B87。得一件。好，只有一件啦，我呢件外套。B87只有一件呢件外套。好 ，Joey 要撞，正啊呢件，真係抵到不得了喎。跟住短褲同長裙。好，長裙有呢條。B93，25至44，腰 hip 40至60，長度35.5，長度35.5，顏色有杏色同埋灰色，杏色同灰色。邊個？好，杏色同灰色出咗貨俾佢啦。嗯。哦，好，杏色同灰色，全橡筋腰，全橡筋腰。B93，灰色唔知仲有冇？好似唔見，咁啊當係杏色先啦，灰色冇晒啦，好似唔見有，係啦。跟住到呢件外套，呢件外套 number 係 B41，一個顏色，啊唔係，有灰色同啡色，有灰色同啡色。B41，胸39至52，長度21，胸39至52，長度21，灰色同啡色，灰色同啡色，灰色同啡色。啡色冷外套，啡色深深超靚，啡色冷外套，啡色灰色兩個顏色。好，呢件呢就係 B78，而家做緊優惠99，呢個就優惠價99，有紅色同黑色，紅色一件，黑色應該有兩件。B87，48至64寸胸，長度25.5。長度25.5，好，呢個得一件 B101，胸42至52，長度21，
胸42至52，長度21 B101 B101。出面係冷衫，跟住拼咗牛仔領，得一件嘅啫，藍色拉鏈，可以做外套㗎呢件，可以開胸外套。B101只有一件啊，可以做外套，上下拉鏈，上下拉鏈，要嘅話打 B101，只有一件，只有一件。跟住到呢件 top，B86 B86 37至44，長度23 37至44，長度23。嘉慧想睇焦糖色褸好啊？呢一個係 B86啊，有白色、黑色同埋有灰色，白色、黑色、灰色，白色、黑色、灰色。黑色同埋灰色，着出嚟都超靚嘅呢件。焦糖色嘅呢件外套得一件，要嘅話打 B74 B74，只有一件啊 B74，可以扣紐着，可以扣紐着，好溫暖啊呢件，毛毛好靚，滑捋捋。要嘅話打 B74，只有一件 B74，只有一件。係啦，睇下冇朋友仔鍾意。嘉慧要啊。好。外套 B31 B31，有灰色藍色，灰色藍色 B31，灰色藍色。可以扣紐嘅呢件外套，跟住皮短褲。仿皮短褲 ，number 係 B50 B50，全橡筋腰26至38 ，hip 係44至46，長度16，顏色有黑色同啡色，顏色有黑色同啡色啊，皮短褲，外套就有灰色同藍色，外套有灰色同藍色，呢件都好暖㗎，外套係 B31 B31，可以扣紐着，可以扣紐着。皮短褲有黑色同埋有
啡色，黑色同啡色。全橡跟腰，皮短褲，黑色同埋啡色，有袋仔，有袋仔。好，跟住仲有咩咧？我睇下先。好，介紹埋呢個款啦。呢個款咧係一個假兩件嘅冷衫，然後咧佢唔係假兩件，係真兩件嚟嘅。好嚟啦 ，B96 B96，胸40至50寸，長度23，胸40至50寸，長度23，紅色黑色。入面有冇啊？呢件？咁佢本身係咁樣嘅，跟住就再加多一個披肩帽俾大家。我笠一笠個黑色俾大家望。有啊。兩紅兩黑啊！兩紅兩黑啊！嗯。好，呢個兩件紅色，兩件黑色啊！好，就咁着咧係咁樣嘅，有彈性嘅 ，OK。跟住之後咧，呢一個咧其實咧你可以配落去其他衫嗰度着都得㗎。係啦，佢就係做咗一個咧披肩咁樣嘅效果，有埋頂帽。咁呢件咧你就可以自己配喺其他 top 嗰度襯都得嘅。係啦，你中意解鬆啲又得，中意扣緊啲，做翻個樽領咁樣又得。係啦，護埋條頸。咁就紅色黑色，紅色黑色。紅色黑色。跟住就着埋呢個款俾大家啦。呢一個係 number 係 B82 B82，胸48至62，長度17。咁就有呢個紫色同埋呢個粉色，紫色粉色。
大家快啲揀啦！買一件168，買兩件咧就平均每件150，三件平均每件係3件平均每件係140啊，140，4件平均每件130，係咪咧？好似又噏錯咗啦！我一件168，兩件係159，三件係150，四件咧係140，五件咧係5件係130，六件係118，平均每件。好，呢一件全彈性，有粉紅色同埋有呢個紫藍色、粉紅色。嚟多次 number B82，係啦 B82，好暖好舒服，呢個全彈性。好，跟住頸巾。頸巾咧，我而家現貨係咪得一條紅一條橙啊？冇啦，係咪？其他色都賣晒。好，一條紅一條橙，一條紅一條橙，係啦，超級優惠價49俾大家，49俾大家，各一啫。各一。紅色同橙色各一條，49蚊，超級優惠價，好暖啊！呢條好舒服啊！嗱，啱晒嚟緊呢，過年啊！過年我哋要 sharp 少少，紅色橙色49蚊一條。好溫暖，要護住條頸。係啦，有冇最多公開分享同埋留言？你睇唔睇到㗎？而家睇到啊？橙色嘅巾啊，美寶。好，美寶多謝。睇到啦，你幫我揀3個出嚟啊！最多公開分享同埋最多留言。888。嗱，而家快啲公開分享。嗱，而家俾多1分鐘時間俾大家，最多嘅公開分享同埋最多嘅留言888嘅頭3位，我哋會有禮物送。噔噔，最多嘅公開分享同埋最多嘅留言888。頭3位我哋會送禮物，等我攞啲禮物出嚟先。嗱，你哋1分鐘時間啊！由點開始計？嚇，即係由佢而家落。係啊，由開始到而家咯。哦。Hello Jennifer，係啦，咁有好多靚靚嘅髮夾會送俾大家啦。
好，你哋我哋揀5個啊，揀5個。5個。係啊。阿欣仲為準啊，欣仲為準，係啦，俾阿欣仲去揀。好，咁樣咧就轉頭我哋完咗直播，跟住欣仲一陣間就出個 post， 就寫翻今日最多人公開分享同埋最多留言嘅5位朋友仔，我哋就會送靚靚髮夾俾大家，好冇？係啦。咁啊，欣仲一陣間就會 check 噶啦，就會 check 噶啦，啱噶啦。所以你哋而家係咁要分享多幾次，跟住又留言，係啦，頭五位欣仲去揀嘅頭5位最多分享同埋最多留言888嘅朋友仔，咁就多謝晒大家啊！咁啊睇重播嘅朋友咧就快脆啲 inbox 我哋落單啦，因為我哋而家咧頭先冇晒嗰啲，我哋就已經 keep 咗俾大家啦。咁如果其他呢啲款咧都仲有少量嘅現貨嘅，係啦，呢條褲啊仲有黑色同埋呢個顏色都仲有少量現貨。咁啊，大家未湊夠6件嗰啲咧，你哋就可以咧揀夠6件。然後咧就係最抵嘅優惠就係為起118一件，但係你話揀我第7件、第8件、第9件、第10件都係計118，係啦，咁所以今日嘅 promotion 係貨俾大家聖誕啦、新年啦嘅一個超抵嘅優惠價。其實有好多我哋已經係over 咗嗰個成本價㗎啦，即係你如果118嘅話咧，其實我哋有啲褸啊嗰啲，其實已經唔止係呢個價錢，係啦。但係我哋就做一個好抵嘅優惠俾大家，係啦。咁就多謝晒大家嘅支持啊！咁就希望大家咧嚟緊咧聖誕快樂啦，同埋咧嚟緊新年快樂啦，同埋咧2026年咧越嚟越好啦，大家都身體健康，越嚟越靚，係啦。咁就多謝晒大家嘅支持，好。咁就今日去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哇，好犀利啊！美寶同阿 Vicky 係咁叭，好犀利，係啦。咁啊頭5位啊，今晚欣仲就會出 post 話俾大家知。好多謝晒，拜拜。